嚟到3月21號，嚟到我哋旅程嘅尾聲啦。今日去咗兩個好特別嘅地方。首先，我哋一早起來去咗行我哋嘅 favorite AEON Shopping Mall 先。晨早 Shopping Mall 冇乜人，逛咗一轉，仲有配咗個眼鏡。日本配眼鏡非常方便，大家相信我嘅可以一試。跟住我哋坐咗大概半個鐘頭嘅火車去一笪地方，一個水鄉近江八幡，佢喺琵琶湖附近。呢一度係八幡郡，係近江八幡市一個出名嘅名勝地點。好多旅遊人士必到嘅地方，一定要做必做嘅動作，就係乘坐佢哋嘅，我叫佢做小遊艇啦。木製嘅船，每隻最多坐12個人。邊個上船先就可以霸到個好位啦。當然，船頭嗰兩個位係最理想嘅。一條小小嘅河道，只能夠容許兩隻船通過，所以途中只係見到兩三隻小船，兩邊依住河堤建築嘅舊屋，特別顯得有古舊嘅氣息。感受到當年江戶時代嘅氣息嗎？係咪好似拍電影嘅布景呢？就等我哋慢慢嚟欣賞一下河道嘅風光，悠遊自在，欣賞兩邊嘅寧靜環境。小船穿插近江八幡，一來一回大概用咗30至到35分鐘。今日天氣好好，雖然有啲雲。
但記憶中比起上次我哋嚟嘅時候都好凍，有啲風。呢次我哋係第二次嚟到同一個地方，上一次到訪嘅時候都有7、8年前咁耐啦，但係景物依然差唔多。係咪好有風味呢？享受兩邊河道風景之餘，享受清風送爽，三五知己又或者同朋友、愛人係一件賞心樂事。如此美景，大家可以繼續欣賞一下近江白番特別嘅風光。近江白番距離京都雖然唔係太遠，比起繁忙京都，而家旅遊人士只顧得去京都啊、南山啊，比較忽略咗近江白番呢啲美麗嘅地點。遊完船之後，我哋上岸，感受一下民居、古舊江戶時代嘅建築，特別有一番古舊日本嘅風味，感覺亦都係好新鮮，令你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。
遊完近江八幡之後，我哋亦都搭返火車，從近江八幡站返去京都。跟住日落之前，我哋去咗一個特別嘅地方，係京都裏邊嘅東寺。由京都站步行過嚟15分鐘。原來今晚有特別嘅節目，係野櫻。雖然未到櫻花盛開嘅季節，但係喺東寺裏邊竟然揾到有已經開花嘅盛況。我哋一路跟住入場嘅人行入去東寺，一路行，只係見到庭園嘅景色，仲未見到櫻花嘅影蹤。轉兩個彎，突然間見到有燈光照住幾棵植物，行近啲，果然係櫻花樹。遊人都爭相同佢拍照。其實我哋如果再過2、3個禮拜，可能喺出邊街都有好多櫻花盛開啦。見到呢一邊嘅櫻花仲未開，但係喺左手邊呢一部分就已經盛開啦。就讓大家欣賞一下早開嘅櫻花情況。地點係喺京都嘅東寺裏邊。我哋逗留咗半個鐘頭，天色開始陰暗。東寺嘅建築可以令你流連忘返，但係因為時間嘅倉促，我哋只能夠匆匆欣賞。可能有機會下一次紅葉盛放，我哋再嚟一次。再探訪東寺。
我哋返去京都站、京都塔，就完成我哋呢一次短短10日日本京都、東京橫濱等等嘅旅程。希望有機會好快就再嚟日本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